可能冇食魚啦。喺呢邊係潭整啊，都好熱鬧下㗎呢啲街啊，俾大家睇睇啊。呢啲就係人間煙火啦。咦，3毫呢，10蚊3斤。有冇人10蚊3斤啊？係啊係啊。好好好，哇，超大啊！10蚊3斤，睇到未？買啲翻去。就咁多啦，睇先買，費事放諗。等幾分紙俾到5蚊哦，好好好好好。5蚊一斤，三兩斤，5斤。係。 5蚊斤啊？係5蚊細佬細，呢條條8蚊一條。 8蚊雞啊8蚊一條。 OK， 一條8蚊雞。我吉想話食呢種腸粉，點賣啊2蚊一條。攞3條咯。嗰啲係直接撈落食㗎係嘛？係撈正嚟食。我今日先試呢種啦。3條就6蚊雞啊。哦，今日先試呢種，下次再試嗰種。口白牛。哦。辣椒冇。辣椒啊，俾啲啦。另外thêm加個辣椒㗎。好好好好好。葱椒。得俾都俾少少啦。辣椒醬入邊奶酪啊。hello，粉絲。係買菜。入邊啲辣椒醬。哦。靈魂。哦，靈魂嚟㗎。有少少得啦。番薯越好啊。好。幾重啊？1半條。放5毫子葱入去啦。5毫子葱超多。2蚊啦。好。豬頸骨點賣？呢就6蚊8。稱呢嚿啦，14。芥菜一包1蚊半，韭黃1蚊3，豆腐花1元。超市埋單一共18蚊。啲人煲個5指毛頭脯苓湯啊，放養生嚟煲啊，簡單又方便。煲湯模式或者藥膳功能模式都可以啦。羅非魚啊，煎之前吸乾水分，表面啊可以黐上一層生粉啊，咁樣任何一個黃鰭魚啊都唔會黐底，唔會。呢個細火慢煎啊，煎到佢突然再翻啊，煎到佢兩面金黃之後出鑊備用。放入羅非魚，跳嘅鹽、蠔油、生抽調味，加入適量嘅水。炸翻個蓋，細火燜佢5分鐘，5分鐘之後放入豆腐泡、榨菜絲、少少老抽上色，再炸翻蓋，細火燜多個3分鐘，最後呢放入葱段白色，焗多個30秒就可以啦。榨菜、豆腐泡燜羅非魚啊，得個鏡頭粉絲先食下。雞蛋買嘅係10蚊一把嘅，嗰繼續俾啲油，跟住韭黃蛋。開細火滑炒啊！OK， 炒到白豆成熟得啦。利用佢嘅預熱啊，等佢自然成熟。超濃嘅韭黃炒滑蛋，炒香蒜頭之後呢，放鹽炒番薯葉，蒜蓉炒番薯葉。湯煲好啦，放鹽調味就得啦。哇！5指毛頭脯苓湯，有一種汁呢叫做廣東汁啊，飲翻啲呢個湯，簡單又一餐。呢度係生菜一湯啊，有水果，有小食，拍個鏡頭粉絲先食喎。